每一年进入到秋冬是流行感冒的高峰期，讲车祸嘛有高峰期哦。台北市警察局公布这3年来的数据，讲为11月到过当年的正月，嘛拄好是秋冬的季节，都是规年度车祸的高峰期。讲因为日较短，暝较长，透早到黄昏看较无，都较会出车祸。马路上虎口，骑车、驶车行路，拢可能拄到意外，而且车祸阁有高峰期，集中伫11月到过当年的正月。台北市交通大队分析这3年的交通事故，总共215件死亡的事故，高峰期比其他月份平均的件数侪出13%，行人死亡交通的事故嘛加39%，尤其是65岁以上的长辈者，死亡的事故伫高峰期嘛比其他月份平均侪50%。就是因为进入秋冬的时间，那个日照的时间有减少。那可能因为光线的不足，那以及气候的变化，那个驾驶人可能有疏忽的情形，那来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。行人除了爱照步来，嘛爱会记哩3爱2个唔通的口诀。第一爱远离路口3大步，第二爱倒看正看，再搁倒看，第三爱行斑马线，2个唔通闯红灯，行人秒数无够唔通过，安尼才会当保安全。